家好，呢套房係10人攤3期可以溫嘅，3梯8戶咯，75平嘅，細關真係厚厚。而家係14樓，睇小區迎面景觀啊，帝文家私家電嘅嚇，紅本製手即買即置啊，剩呢度入戶14樓嚇，75平做到2房啊，呢個75平2房大過67平嗰種好多啊，落地窗又係睇小區迎面景觀嘅啊，呢個廚房右手邊啊，業主都冇做過飯食。乜嘢都新咯，廚房第2個人台啊，洗手間賣點啊，洗手間更濕幫你嚇，呢個主人房可以呢度做一個櫃子，放1.8米嘅床，萬成冇問題啦嚇，睇過係也好靚，呢個可以溫小企也好大，3期出去旁邊嘅市場商業街13期交通中心啊，呢度高樓嘅時經典樓齡係67年嘅樓齡啊，有興趣直接用我10人攤真姐睇樓，總價23.8萬，真係執笠夠75平啦，有興趣直接揾我啦，拜拜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